各位同學，今日會同大家講解單元15嘅進評。首先，我哋睇下第一部分第8題嘅填充題，咁都用返之前老師教過你嘅技巧啦，讀一次條題目，理解佢嘅意思。咁呢度講到呢位嘅畫家畫嘅動物各有不同，乜乜萬千，令人讚歎。咁讀完之後呢，你又嘗試諗下佢呢度應該填一個乜嘢嘅詞語啦。咁喺題目之中都有一啲嘅字眼幫助我哋去思考嘅，例如佢講到動物各有不同，咁後面有萬千呢兩隻字，咁萬千就係講緊呢有好多種嘅變化，好多嘅種類嘅意思。咁究竟喺之前老師提供俾你嘅詞語表裏面，邊一個詞語先至適合呢？咁其實呢就係姿態呢一個嘅詞語啦，就係講緊佢各有唔同。姿態萬千，即係佢嘅姿態有好多嘅變化嘅意思。咁呢，你如果一下子諗唔到係姿態嘅話呢，咁之前我都講過啦，你可能會填錯咗其他嘅詞語啦。例如我當可能你擺咗落優美啊或者乖巧呢啲字眼落去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填完之後你都要嘗試讀一讀，睇下佢究竟合唔合理。如果你發現讀完之後覺得怪怪地，同埋呢同句子裡面一啲嘅提示俾你嘅呢有少少唔同嘅話呢，咁嗰個詞語就未必啱啦。咁你就嘗試去替換其他嘅詞語，去到睇下佢啱唔啱啦。咁所以喺呢題裡面，我哋根據題目俾我哋嘅提示，咁其實呢姿態呢一個字眼先至係啱嘅。